花莲七星潭最近青旗，也就是人讲的水尖，长咧大出，城钓客去钓鱼。不过民众检举讲，有真侪水尖的鱼头，互漂伫海波，毋若臭腥味影响观光，而且水尖的喙内咸咸，有可能会害游客受伤。花莲观光有名景点七星潭海边，也未落山捕队闻到臭味，原因就是海岸线顶悬出现真侪水尖的鱼头，附近人拢讲是钓鱼人倒落来漂伫遮。有人是钓了，就在这个地方现场去处理，把想要吃的带回去。但是这个味道，对，在海边其实这个是对游客来讲的话，味道是蛮糟的。另外，水尖鱼的喙真尖，偏伫观光重点所在七星潭海波顶悬，过去都游客被擦到，结果感染肺结核混鱼杆菌。水针的那个嘴巴，它非常的尖，非常刺。如果游客吃到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状况，就是因为它是丢弃在那边会产生一些细菌嘛。所以我们倒是认为这个是很不应该，也不道德的事情。水尖是台湾东部海域常常看到的鱼，春夏期间大出，因为鱼头较无价值，有的人就将头剁落来拼掉，带走鱼身，不过安尼已经犯法。废弃物清理法的第27条，动物尸体随意弃置的话，没有把它放在废弃物的储存的设施的里面的话，这是有1200到6000块的罚款。毋但是水尖鱼头乌白拼，现场还有真侪钓鱼人留落来粪扫。伫当了后，花莲真需要观光客的时阵，无公德心的做法引起争议。环保局表示会加强暗时的巡逻，搁请安全单位协助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